各位朋友，大家好吓，歡迎收睇中山房產參謀頻道啊！今日我哋嚟個實戰演習吓，我哋依家攞住呢個中山睇樓10大必問清單。今日我哋由內至外，由淺到深，逐個帶住大家去問清楚吓，去睇樓究竟應該問啲咩問題？問完呢10個問題之後呢，保證大家對呢個樓盤絕對有一個全新嘅認知吓。問得越清楚，先可以買得越安心吓。咁我哋依家開始。同你簡單介紹下。OK。咁我哋而家售樓部喺呢個位置。咁呢個項目分兩部分嘅，首先係3棟公寓樓，另外下邊有2層嘅商業街。咁另外我哋有負1層嘅停車場嘅。咁公寓樓呢，我哋而家在售呢係1期現樓，大家可以帶你再去睇現場。咁隔離仲有2期我哋未開發嘅。OK。咁我想問下呢，就佢係分2期開發係咪？係，冇錯。咁佢2期嗰度係起啲咩呢？都係公寓。都係公寓，係3年之後收樓。小區嘅規劃咧，可能直接會影響到你未來呢幾年嘅居住體驗，同埋你呢間屋二手嘅流通性同埋價值問題嚇。工期要幾耐？大概要起幾多年？呢個噪音同埋粉塵對我嘅居住體驗有冇影響？一定要問清楚嚇。施工嘅距離點樣做防護嘅？一定要問清楚。第二個呢，就係銷售同你講嘅學校、商場、醫院呢啲咁嘅嘢有冇明確嘅法律文件？政府嘅官網可唔可以查得到嚇？唔好相信銷售口頭嘅承諾嚇，一定要睇到政府官方嘅法律文件。咁而家我建議你買而家1期我哋現樓仲有啲尾貨。而家幾筍嘅，做緊1口價特惠。你啱先講佢係地下有停車場，咁車位配比係幾多？佢而家1比1.5嘅，放心，我哋只租不賣嘅，到時夠俾即係買唔到。我哋唔對外出售。停車難咧係中山普遍存在嘅問題嚇，而且未來嘅車位只會越嚟越緊張嚇，所以建議大家咧，但凡係車位配比低於1比1嘅，建議可以盡早購買嚇。但凡車位配比高於1比1.1咧，可以選擇租。同埋咧，依家有部分嘅項目咧，佢嘅車位係唔對外銷售嘅，比如話珠海嘅保利天和呢啲咁嘅樓盤嚇，車位唔對外銷售嘅情況下咧，就建議各位準業主嚇可以提前簽訂呢個長租合同，最好係一次簽幾年，咁樣就以後有備無患嚇。然之後咧，因為中山呢邊咧地方係比較大，所以如果打算長期喺中山呢邊居住嘅，後期咧應該避免唔到會買車嚇，因為依家嘅車實在太平啦，所以最好提前準備定車位嚇。租大概咩價錢到咧？250一個月。即係定咗價㗎啦。定咗價㗎啦，已經使用緊㗎啦。OK。同埋咧，我見啱先隔離嗰度喺度施緊工，佢呢度嘅話咧，嗰個槽鋼層係邊幾層啊？6樓、12樓同18樓。呢度有冇腰線層嘅咧？我聽工程師傅講有24樓。24樓。OK。咁依家嘅建築工藝咧，其實好多嘅樓盤係已經冇呢個槽鋼層㗎啦。但係咧，都唔排除有個別嘅發展商為咗節省成本，同埋有啲超高層嘅樓盤嚇，佢哋會用到呢個槽鋼層嘅，所以一定要問清楚嚇。咁呢個槽鋼層咧，佢會有可能會有呢個滲水嘅隱患嚇，因為你可以睇到佢施工嘅時候咧，佢會打穿嗰個牆體嘅，所以一定要問清楚嚇，盡量咁樣避開呢個槽鋼層，同埋就係呢個腰線層嚇。呢個腰線層咧，主要就係為咗成個外牆一個美觀啦，但係咧有可能會影響到你呢個屋苑嘅採光，同埋有可能會積累一啲灰塵喺度啊，所以可以避開嘅咧，盡量就避開呢啲咁嘅位置嚇。咁就現樓，依家就現樓。OK， 有樣板房係咪啊？有樣板房。OK， 可唔可以睇睇咧？可以。咁呢度係我哋啲合同，等落嚟可以睇一睇。咁另外仲有我哋啲公示文件。呢度合同公示，同埋就係仲想問一樣嘢就係，呢度有冇嗰個不利因素嗰個公示咧？會有嘅，我哋做到齊全，因為住建嗰啲要求我哋做。
根據中山呢邊嘅法律法規規定咧，每個項目都必須對自己項目呢啲不利因素進行公示嚇，呢個係一定要做嘅。所以去睇樓嘅時候，一定要問清楚銷售你嗰個不利因素公示喺邊個位置，最好影相留底下，因為呢個公示上面會清楚咁樣寫清楚你呢個項目嘅所有不利因素嚇，包括邊啲呢？化糞池喺邊度，變電站喺邊度，附近呢個樓盤紅線範圍以外嘅隔離有冇啲咩交通規劃啊？噪音會唔會有咩影響啊？未來會唔會有啲咩粉塵影響等等呢啲不利因素嚇？所以如果銷售喺度口窒窒、口啞啞，唔帶你睇，或者喺度各種理由推脫嘅，即時掉頭就走。包括預售證啊，我哋規劃證都全部有嘅。可唔可以影相咧？可以影相嘅，只要公示部分我哋都可以全部對外嘅。OK。但係落嚟可以睇到嗰啲證件啊，全部都有，都資料齊㗎啦，係嘛？係。商品房預售許可證咧係合法銷售嘅唯一憑證嚇，一定要睇清楚你睇嘅呢套單位嗰一棟嘅預售許可證嚇，同埋咧一定要對清楚預售許可證上面嘅呢個監管帳戶同你轉帳嗰個監管帳戶係唔係一樣嘅？但你睇下樣品卡。OK。佢呢度係幾時交樓咧？上年6月份。6月份。咁如果依家買咗係幾時交啊？你買完大概3到5個工作日啦。哦，即係正常交到。如果係延遲嘅話，咁合同有冇嗰啲違約條款嘅？合同會寫啊，如果我哋延遲交啦，每遲1日，到時係有3%嘅違約金賠翻俾你嘅。有超過咗60個工作日咧，到時係要退晒錢俾你啊！所以放心，一定收到啊！而且現在就驗樓，唔會有爛尾嘅風險嘅。OK。咁我哋呢度先係公寓嘅正門入口，咁包括快遞、外賣全部喺外邊唔可以上去嘅。我哋做酒店公寓嘅管理嘅。我哋上8樓，咁另外咧就呢度都要拆格做梯控。你打個比喻，我哋買咗8樓嘅單位，接落去8樓，其他樓層業主入去管理嗰層，需要分層管理，因為戶數係比較多少少嘅。咁啊，直通負一層訂啦，17樓。佢呢度我見依家都有部分人住緊入嚟嘅喎。佢係咩人住得比較多咧？一般係我哋周邊啲中產啦，有錢少少嘅啲工廠管理啊。啲本地啲新結婚嘅後生仔，唔同屋企人一齊住啦，同埋有啲港澳啊、全鄉啊呢度住啦。我帶你睇個大戶型喺呢邊。好，到時都配密碼鎖係咪啊？全部都係標配嚟嘅。OK。1樓全部做廳，有個老人房，我哋有個4m5嘅落地窗。佢呢度交付標準係咪同呢度一樣咧？呢度係交付標準係硬裝嘅精裝。OK。軟裝即係家具家電，我哋係唔含嘅。呢啲有冇啊？呢啲呢啲屬於花口嘢冇嘅呢啲嘢。咁我見佢啲櫥櫃呢啲、廚房呢啲咧？有品牌嘅，到時合同上面有嘅。我哋過渡嗰度，我哋有裝修標準嘅。即係品牌係一樣嘅，一樣係咪？要寫清楚，要寫清楚喺合同上面。OK。有個裝修合同嘅。好多發展商咧，佢哋為咗美化呢個樣板間，佢哋會將啲非交付標準嘅嘢擺入樣板間裏面，包括一啲唔同品牌嘅電視啊、抽油煙機啊、空調等等嚇。所以但凡係大裝修嘅樓盤，一定要發展商出一份交付嘅品牌清單，包括呢個馬桶係咩品牌嘅，然之後空調啊、洗衣機啊，甚至呢個抽油煙機、消毒碗櫃分別係咩品牌嘅，全部叫佢列清楚嚇。然之後仲有一點非常之重要嘅就係呢個延遲交付嘅賠付標準。咁呢個標準咧，正常咧延遲交付每日咧大概係1/1000到5/1000左右嘅呢個標準嚇。每個發展商呢個標準就唔同啦。同埋最重要一點就係佢呢個賠付嘅標準有冇上限嚇，呢一點非常之重要。然之後第3點咧就係佢呢個交樓嘅質量保證書嚇。呢間屋牆體質保幾耐，然之後地板
呢個防水啊，同埋呢啲管道分別保修幾耐，全部要睇清楚先去買呢層樓下。最好我啱先講嘅所有嘢，全部影相留底下。呢度睇睇，呢一樓做多個老人房，外邊連通個陽台。佢呢個尺寸都比較細喎，佢啲床整得都闊會細啲，長度應該係夠嘅。嗯，呢啲都係冇嘅，係嘛？吊燈係冇嘅。OK，呢個向南嘅單位。佢呢度咧係幾時攞嘅地啊？應該係6年前拍嘅地，咁現在應該係剩翻42年產權。佢唔係70年嘅咩？佢完整係70年，但係你42年之後你自己可以補地價嘅，啱唔啱啊？房產證嘅土地年限咧係從佢攞地嗰陣時開始計起嘅，所以唔係從你買樓嗰陣時開始計嘅嚇。而且有部分嘅土地咧，佢可能經過2次轉手、3次轉手，先到依家呢個發展商呢度嘅，所以佢好可能已經使咗有10幾20年㗎啦。所以一定要睇清楚嚇。好似呢啲咁樣，佢就係92年攞嘅地。咁呢啲咁嘅土地剩翻咧，可能就係剩翻30幾年嘅啫。呢個咧直接就關乎到佢呢個樓嘅價錢同埋佢呢個壽命嚇。如果後期咧要補地價嘅話咧，仲要增加額外嘅成本。咁我剛才講呢個係我哋精裝嘅交付標準。呢個可以影相係嘛？可以影相嘅。但係佢呢個就冇寫品牌，冇寫品牌，冇咁詳盡，合同上面就會寫更詳盡少少。OK。呢度係細少少戶型，一樓係做廳，2樓係2個房間。佢呢度實用率係幾多啊？一樓嘅建築面積係33平方，實際面積圖內面積係26.8，空間都7個。嗯，咁就8成半到咯，係嘛？ 8成半到上落咯。有冇啲送嘅面積啊？會有嘅，包括陽台嘅右半部分咧，其實係設備陽台嚟嘅。如果買商品房咧，呢個位置係用唔到，我哋連通咗，我做咗個內陽台使用。咁包括2樓房間裏邊有個衣帽間，個衣帽間其實就係我哋剛才入嚟嘅走廊嘅樓頂。嗰3個方有額外使用，所以大概贈送咗6個方左右嘅。咁嗰個實用面積有冇計埋呢幾個方入？冇計，即係實際仲會高少少。係冇錯。係嘛 ？OK。好多發展商咧，為咗令數據更加之好睇咧，佢哋會將啲贈送面積寫埋喺呢個實用面積上面，所以咁樣睇起身實用率就非常之高啦。但係咧，啲贈送面積基本上都係啲用唔到嘅位置，所以一定要睇清楚佢真正嘅實用率同埋實用面積係幾多嚇。特別係啲公寓啊，實用率可能好多就係得5-6成到嘅啫。呢啲咁嘅嘢一定要諗清楚嚇，唔好睇佢單價好似好平咁樣。但係你計翻佢個實用面積，可能個價比你買其他地方要高好多。2樓位置係需要我哋搭咗2樓嘅鋼架，唔計入面積嘅，有30幾平方。OK。就係呢個位置係送嘅係咪？係冇錯。呢個下邊就係走廊。多個位置俾你使用咯，放啲衣帽間啊。衣帽間咁樣咯。集埋咗小朋友好多過嚟睇嘅。都有窗。係都有窗。呢度設計比較好嘅，南北對流。2樓嘅樓高我哋做到2.1米，咁包括見你咁高大靚仔，我哋身高手都未到樓頂。身幾舒服噶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呢啲咧都係大精裝修，咁同埋就係佢呢度嘅保質期係幾耐咧？呢個裝修合同嘅質量保質期係5年，睇每個部分啦，比如牆體啊，或者嗰啲漆啊，或者嗰啲櫃啊，都唔同嘅。對，你等一陣落去樓下都係睇裝修合同嗰度去了解。合同會寫清楚，會寫清楚。係咪？主體就5年。係。OK。幫我計個價咯。可以啊，我哋到樓下。佢依家有咩優惠啊？而家有個一口價攤位，比之前係平咗大概6萬幾，平咗6萬幾。佢呢度咧，香港人買得多唔多咧？
大概有40幾戶港澳人士啦。哦，咁都唔係好多。同埋就佢呢個地方咧，我見咗下附近應該啲工廠比較多，咁應該啲外來人口都比較多喎。如果係香港人嘅話，到時溝通方面出去食飯飲茶會唔會有咩問題咧？呢度係傳統嘅僑鄉區嚟嘅，去飲茶度大部分都係本地人嚟嘅，全部講廣東話。去嗰邊坐坐啊，安靜少少。好，呢個位置。OK。好啦，咁我哋翻到售樓部啦。依家最重要嘅一個環節就係價錢。咁價錢咧，我哋最重要就係睇佢係點樣構成嘅，係咪全部都入晒合同價嚇？同埋就係有冇啲其他隱藏嘅費用。咁我哋睇睇佢計個價，有冇其他啲套路喺裏面嚇？咁樣楊生，我哋呢個樓盤咧，因為賣嘅時間比較長，而家剩翻啲尾貨。咁我哋做到個一口價單位，呢套單位咧就係一樓一棟12樓嘅34號房。呢個面積剛才計過，咁就原總價38萬2嘅。而家就一口價單位，享受一個3萬抵8萬嘅優惠。折完之後咧，就大概係29萬8千幾。咁足夠神啦，20零萬可以喺我哋呢邊置啦。價錢就唔貴。佢呢啲錢咧係咪全部入合同價咧？唔係，呢個3萬抵8萬，呢個3萬需要另外收嘅一個團購費用嚟嘅。咁就減咗呢3萬咧，就全部入合同價29萬8千，所以你真正要交29萬8千加3萬係32萬8。哦，即係個3萬就唔入合同價㗎。係啊。咁同埋就係佢呢啲錢啊，一共係32萬啊嘛，32萬8。咁佢呢啲錢係咪全部都入監管帳戶咧？合同呢一部分會入。呢3萬唔入嘅。哦，明白。為咗確保資金嘅絕對安全下，所有嘅錢銀全部都要寫喺合同價上面。任何嗰啲唔寫喺合同價上面嘅，直接問佢呢啲錢會唔會開發票，係開咩發票嘅？拒絕一切唔入合同價嘅費用嚇，拒絕一切嘅灰色收費。第二咧就係呢個錢銀嘅交易，全部都要入到發展商嘅監管帳戶。呢個咧係拒絕爛尾樓嘅一個重要嘅生死線嚇，所有錢一定要入發展商嘅監管帳戶。呢一條非常重要嚇，如果稍微唔注意咧，可能你嘅錢直接就抌晒落鹹水海啦。同埋就係佢呢度嘅物業係邊間公司啊？都係我哋開發商自己開嘅公司嚟，所以我哋自己項目都係自己嘅物業公司去經營翻嘅，所以放心。佢物業公司之前有冇做過其他項目啊？有冇自己喺度運營緊？我哋全國有12個樓盤嘅。叫咩名啊？叫咩名啊？叫正匯。正匯。OK。一個物業嘅好壞，直接可以影響到你嘅居住體驗同埋後期呢間屋嘅價錢高低問題嚇。特別係年紀比較大嘅呢啲養老客戶，一定要睇清楚佢嘅物業嚇。直接問銷售，攞佢呢間物業公司嘅全稱，查一下佢嘅口碑同埋佢嘅服務資質嚇。最好咧，首選就係國家1級資質嘅呢啲物業公司。同埋問清楚佢呢個物業裏面包含咗啲咩服務嘅，保安幾小時巡邏一次，報修幾耐可以處理到？物業費係幾錢啊？我哋按套嘅，每套係82蚊一間。你啱先講嘅嗰個預售證同埋嗰個不利因素嗰啲，喺嗰個位置係咪？有嘅，可以影相係咪？係可以影相。OK。包括所有呢啲證件，我哋全部公示，合同版本喺嗰度都公示埋嘅。想了解隨時可以睇嘅。OK。咁我考慮下啦，好嘛？考慮下。OK，我數下咧。咁呢10條問題咧，我哋就問完啦。呢10條問題咧，我哋從佢嘅不利因素到佢嘅合同條款、賠付條款，逐條咁樣，一定要問清楚嚇。你問得越清楚咧，後期你買嘅時候就會越放心。
咁覺得呢條影片對大家有幫助，記得轉發俾身邊準備喺中山買樓嘅朋友嚇。呢期節目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期再見。